好嘞，乡亲朋友，Andy 啊，了过后啊，全都嚟节目当中来咯。今日人来关心到嘅是健年期嘅时间啊，为咗你到嘅镜头，韩国嚟 Andy 嘅身體嘅保養啊，我用辦來保養咯。頭先來提到嘅是係 Andy 嘅啊，假使講呢嘅面項呢個看見到呢講到當拍啦，也係講到呢個我血啦，血少嘅時節啦，嗬，可能頭那麼會走死啦，嗬，韓國人可能啊，嗬，也可能會變態跳兩道嘅問題。Andy 講到兩道嘅安道嘅問題過後，韓國頭先講到嘅要嘛，該知嘅補充安道啦，嗬，呢度全部是係 Andy 攞身體嘅氣血來講哦，是有動態嘅一個關聯性嘅哦。一講到呢個 Andy 補一個氣血來講哦 ，Andy 反正意思來老大家來講下，一般來講，Andy 平時愛補呢個氣血，假是講有大家是做得來是嘅呢個偏藥方嘛。原則上是有啦吼。除了講安尼，主持人講安尼提供安尼，好啲安尼填充有隻嘅簡便的配方啦吼，係啊方便嚟嘅。除了兩點以外，當然安尼建議吼，大家因為講你嘅體質冇強樣，你強一個時候強3個時候強5個時候，到你下來嘅吧，你嘅體質到你50歲左右嘅更年期嘅更年期嘅時，你嘅體質容易落差吼。冇強弱，安尼情形嚟話要啊，你變成講，肯係本安尼醫生來做判斷，哦，本一建議，本一下指點你用應來做生活的調理，哈，在飲食上，那咁我按下安全，好一下面面俱到，因為從後我現場這種提供一張配方，好，一配方是用黃芪4千啦，吼，那枸杞哈3千，吼，按你鳳爪3千，何首烏2千，因為你配方主要有補氣補血有啊，哈，有做得補氣，咪做得補血，哈，多少哈，安尼嚟，當然你講鮮血鮮好，哈，當然馬上講變立即講變氣色馬上當好，唔敢講，但是你很有耐心，哈，準查實。像按照溫年來哈發小錢哈，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好的利益。你家這配方來講嘅話，是不會走低的。你家提供本安利填充哈，大家有很多朋友。所以你家先講雜差用轉那個滾水來洗哈，你家愛講到一禮拜10幾道擺會係拄好嗎？坦白講哈，你講一禮拜3、5擺，我跟供應建議來講話，是完全冇問題嘅。哦，3、5擺冇問題。負擔。冇負擔，韓國機咧是係適合每3年唔會有咧副作用嘅問題。對，因為你家配方有啊，你家配方是下安全係因啦。係，應講到你講下偏科嘅咧配方。好，講到咧嗬，一啲講當然做得用咧隻方法，平時就做得到調養身體咧。唔過頭先見講到咧嗬。也個唔管你係做嘢啦，講做嘢冇做好啦，嗬，做嘢冇做好，也係講到你可能年長年久啊，嗬，你是冇好好來照顧自己嘅身體嘅時節，因到你一隻講就講較健較偏補嘅來講哦，可能效果冇安健，韓國假使講佢嘅體質冇強壯，按天初會有一個加減嘅一隻部分嘛，嗬，冇強壯嘅體質，不建議講用辦法來做一隻調整。安尼頭先講過吼，你講安尼幾下身體安尼問題程度，按從頭講下來講，你講頭那麼下走四個月，下麼花嘢，安尼何首烏雖然佢有幫助，安尼咪就係講加掉旱蓮草，又係講桃仁，旱蓮草，還有核桃啦，吼，一部分，吼，你講係木珠係會走，係會洗白煙，你咪俾變到菊花。好，所以你下先講到頭那麼，頭那麼會走死嘅，嗬，也是係頭先講到旱蓮草，韓國核桃，還有係芝麻未做得啊，木麻未做得，呢3種表下去同下煮下。對，冇錯，他就嗰個咧就介紹這種木珠下嘅用乾眼症，下會走，因為太低後會碰到你嘅情形，後到更年期後當然因為木珠下會走色，後你變到菊花咪以後，你到嘅。枸杞要好，柑橘好配合好，效果很好。兩個就上到另外哦，你講柑橘到菊花來講，搭配當然是當好。你講樹木椒啊，你就要另外一隻方按做提取地黃丸，好一部分。韓國按你就講嚟，好皮膚好冇？按你外表皮膚嚟講好係自用，你講到炙甘草，甘草，甘草，一般嘅甘草，我用蜜。
去有一讲去草果，用炙甘草，还有天冬、麦冬，哦，了用红、美益红，你十个那种很一讲品种有心机啊，对不对？佢除了不益肾款以外，你睇你嘅配方你咪好，你加到哦丹参，哦活血化瘀，好，你講過嘛吼，一味丹參共同事物，佢咪要補血活血，好，能夠活血化瘀嘅效果，好，你係咪會做得？好，就嗰個咧用胃瘡唔好嘅嘢，你講下胃臟器係講度排便冇通條嘅嘢嚟講嘅吼。照片所變講，一禮拜變成日人會變一擺，好變一變冇錢，該按呢上台上大號冇強嘢。個行通有冇安順啦，吼。你先講啊，你講你配方啲話，你講冇介意你係口感啊，吼，講甜甜變軟糊糊，你加到大黃咪會做得。好，大黃佢會通便嘛，係講加山楂。好，你都春以後對你胃瘡嚟計好難要啊！吼，像當我感覺當風口就計風咗啦！吼，還有一點是講，咪再加到桃仁係杏仁。中醫嚟講話，佢桃仁、杏仁就大腸氣分跟血分。你講等於說，佢對瘡嚟計蠕動，而且它裡面的那個揮發油啊，吼，你睇在杏仁你睇穿嘅油脂嘛，油脂喺個。加到當歸咪做得，哦，除了補血嘅，佢對安尼瘡嚟嘅代謝，好安尼嘅排便嘅話，絕對有動態幫助。所以假使講哦，你哋下你一切家己係丹鳳，用來食哦，從頭先講到你嘅核桃仁嘅吼，韓國你嘅杏仁你兩種吼，假使係唔係用落去強下做哦，吼，假使係另外自家來補充，因為效果會較好，也係分開來食下。效果做得麼，也係要用強下來做。事情冇要緊啦，你講用強下，我哋講翻中醫嘅一些觀念啦，嚇，你講哦，活血化瘀，即係活血通絡，嚇，還是講用啲嘢血路嚇，也通透嚇，也冇問題。按你講除了遺傳或者是一些意外以外，你按可能食哦嚇，除了免疫系統本來意外的病毒侵襲落來，浪毒啦，又係講埋腸病毒咧意外，你看。小朋友從小很講抓胃痛、解胃痛、抓冇方便解癢、解骨，絕對冇愛。好，因為幹嘛？可以氣血通透，它的所有器官、所有組織都是鮮活的，都是鮮嫩的，都是最優良、最優秀的、最好的。你都老了有啊，習慣成退化類，乜嘅稱都不優，都很差勁。那匆匆老患者。交通一隻觀念上吼，血路之從安尼馬路，安尼公路，台路你像切多一些油啊，你從安尼車切的路上，運送嘅營養物質落唔來，好，那摘菜摘街嘅啲話切的路上落唔來，大家不管什麼醬油米菜，你都好做。因為嘅垃圾，垃圾車在我們出去切的路段，垃圾嗆出去，內在環境變成很糟糕，所以說你這種列入首位是呀，活血化瘀、活血通絡，你整個來講吼列為首位。所以你放嚟啲黃芪油啊，你睇配方裡面黃芪不用落4000啦，又話佢一氣，氣行則血行啦，好氣香。氣香的血路上做得天然氣，按用氣香路去，就是基本上嘅中醫嘅理念吼，佢係按嚟一個方式，按下來話又話你當你嘅氣血係。通透一些就話，你吃嘢你食埋東西，營養補給，就做咧吸收，韓國唔係講食唔落食當少，你可能大概嘴得會較好啲啊。還有點是講，你也欠缺的營養素有啊，才能夠充分攝取和利用。你點動窮咗，因為你的老法來講，是因為動到體方有啊，給微血管的開合的效率是。慢慢變嘞，你講後生人，你講血過水，你講雀斑那是遺傳，那另當別論啦，吼。你講佢面上會有斑麼？絕對冇。冬蟲下少，都係講從你色見到見到嘅時節吼，你個面紅嘅斑咪見到見到。係，因為人講氣血亨通，切到咧，越差，好，你個廢物代謝越來越差，你都所以你頭先咪要提到啊，講面紅嘅你個，講。
血筋来讲，细细条的血筋其实是好多嘅。对，因为我从到房家交通只观念种脸谱的介血管啦吼，系安尼谦逊最多的萎缩。你是北极南极，吼，你头那么的介条不讲头谱吼，真的大毛了就是脸部。可以直接面对零下30度、40度，好，可以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有很密的安尼个血筋筋沟，所以去补充啊微血管，该补充啊血肌痛条。你想讲，你按痛条的情形之下，你脸皮还会有污斑出现哦，垃圾掉的该表现出来是代表你的身体内部。有问题的。一个身体内部嘅一个反驳吼，而做背后来假是做幕后吼，一个问题是进来进到嚟啦吼。好讲到了位，当然是两张部分係，你想講用色，不過要動到嘅朋友記得想講，應該到了時間愛識到已經講到肉酒嘅一隻部分啦吼。一個是肉酒安樣嘅隻，但等於是安樣做得麼？藥酒嚟講吼，因為佢係線下10年吼，原則上吼，除了排放排料技術當好之外，一般嚟講，熱天氣是下模方便啦，吼，7點，季節性，季節性的熱天氣冇方便，夏天吼，你身體係下偏嘅下燥熱嘅體質，吼，肝火胃火下太熱，創造最臭，吼，最燥，又係講最爛，冇建議我先咯，冇建議，夏天嚟講還會流鼻血，因為穿不適合。好，你當然是唔適合來是啲大部分來注意，穿到差唔多1分鐘鐘哦，像講冷帶嘅什麼嘢咯，記得從頭先講啊，都市咧會冷哦，如果你講來食時節啦，佢可能愛熱敷呀用半天，從安啲就將熱敷嘅效果算好啊唔好？非常好，我經驗吼，常什麼嘢都吼會痛。係講量同少嘅些就話，同少嘅些，一見前見後就話哦，特啲啊哦，就不乾脆哦，那些就話我提啲建議就話哦，你下凍要嘅暖包嘛，哦，要啲冷天嚟些，我咪不用肚臍嘅咁咧，除了行動之外冇方便，你係講在辦公桌啊，也坐咧用肚臍，你全部話就話你係發到小錢買嘅熏氣嘅嘅熏氣器，有個艾條，哦，你熏肚臍，你針對你嘅嘅枕頭就話。有同好嘅改善，甚至吼對你嘅安尼講嘅未來的尿失禁都有幫助，對膀胱，因為膀胱虛嘛、冷嘛，子宮虛冷，真有幫助。對更年期嘅嘅含排問題也挺有幫助。所以你做得當你來做也係講到，只係來時時間來做。趁當你都做冇要緊，到熱天嘅些是小病的哦，係枕頭落一些。按樣來做，按樣去，好按基本上來紹介到一個含義哦，調養體質嘅方法，來提供我哋鄉親朋友哦，希望鄉親朋友做得簽到7家最好嘅一隻方法。假使唔啲嘅時間你做得嗬，來問你含義時嗬，講禮拜推出嘅廿7家嘅內容，唔啲觀眾朋友啟動用辦先咯，嗬，基本上希望你好反正意思來到節目現場，希望你，希望大家好，來是到了位啊，來聊下家下咪記得attend你嘅運動先生。跳下來，好好認同嚟，希望大家。